怪着紧啦。去针灸啦。有去针灸啊，但是嘛个疼，这边这安尼疼。唉，老啊啦。老啊。老啊，几十当前就已经老啊，即摆老。愈来愈老。迄可能你困了无好势哦，吼。困了无。咱5成你也困了伤过啦。无啊。可能会寒，那救过迄边啊，烧。啊，有出电毯的寒啦。我咧拍未哦。有时我较慢。无说你顶面讲迄个写个地图的网站哦，你敢无 post 出来？我迄个伫资料遐，有互恁呢。我昨下迄个资料内底有呢。哦，安尼我迄个电脑的迄个 printer 无法度 print， 所以我才看。哦，你若迄个开 email 吼，顶有一个 link 直接甲点咧，伊就会接去迄个网站啦。哦 ，OK。嘿嘿。哦，好来，我先来甲迄个 PowerPoint 小出来，咱就来祈祷开始啦，吼。来，咱来。喺面前献上祈祷啊，恳求主你来保守阮啊！阮看见这个疫情真正是愈来愈严重啊，有侪的限制啊，虽然可能会带来一寡无方便，但是正着即种的预防管理限制，点才会帮助即个疫情会通搁一届来受到控制。特别是伫寒天的时间，搁有感冒的季节，有侪身体无爽快的，求主你来看顾医治，也互阮会通度过即段的时间。搁一届从今仔日用暗暝聚会来献上感谢，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个基地，也互阮对伫保罗所拄着的遮的代志来学习着宣教的经验。阮为着阮过去的日子所领受你的恩典，献上感谢。昨是阮伫美国的感恩节，阮献上感谢，也求主你继续来施恩赐福保守阮头前的路站。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是要对出道行传19章23到落尾啦吼，拢讲到以弗所，有咧讲到即个保罗伫遐所拄着的问题吼。我会小可佮甲头前的一寡物件小可重复一下，因为有一寡物件应该是连做伙啦吼。咱知影伫以弗所是伫算土耳其的，咱讲小亚细亚吼伫即摆行程中间算是第一站，其他的所在是定吼第一站了后，伊就直接要对你来看，这是以弗所是第2吼，第3就已经伫即个马其顿啦，是咧我甲高调吼。第3站就是伫马其顿遮菲律宾遮吼。马其顿就是欧洲啊啦吼，这咧做界线，这是亚洲，这是欧洲吼，安尼所以伊会通讲起来，伊第3摆旅程真正的目标，
应该是放伫马其顿遮吼，伊有所做第一站了，伊就过去伫马其顿遮吼。咱前礼拜有咧讨论讲，伊为什么特别爱去以弗所吼？当然有一寡人的因素伫迄个所在，有一寡朋友伫遐吼，伊了后佫去伫遐建立教会，训练一寡同工吼，训练一寡同工伫即个所在。以弗所有几个较重要的代志，咱后壁面会讲，就是保罗有写配合以弗所教会。保罗迄个毋是约翰吼，约翰伊落尾关伫即个巴摩岛吼，也伊写启示录的时阵，伊也写着以弗所吼，就是亚细亚的7间教会吼，这是其中一间吼，咱也会去讲着吼。伫保罗伫以弗所拄着的一寡问题，咱搁来重复一下吼，就是讲犹太人的问题啦吼。咱知影保罗头起先咧传福音的时阵，一定拢会先去犹太人的所在。伊讲犹太人的，其实若照历史的考察来讲，迄个毋是犹太人的会堂啦吼，迄是罗马时代因的大会堂。但是犹太人拢借着即种公共的会堂伫遐咧聚会吼，所以伊讲犹太会堂其实是讲犹太人聚会的所在，毋是因真正因家己起的吼。伊拢借伫迄个会堂内底吼，嘛是因为安尼，所以甲犹太人有一寡伫文化顶悬、信仰顶悬，咱讲教义顶悬有真济的冲突啦吼。所以伊伫遐嘛是共款，甲别个所在共款，拄着甲犹太人的争论吼，的争论。所以伫遮伊就又搁离开吼，又搁离开。伊伫即个会堂内底甲犹太人辩论大概3个月的时间尔吼。伫保罗伫以弗所佮拄着一寡犹太人吼，拢讲咱讲即个假用保罗耶稣的名伫遐咧医病赶鬼啦吼，这是佮另外一部分的问题吼，因为因看到保罗嘛会当医病赶鬼所以伊嘛用安尼甚至有人摕保罗的棍仔吼的物件去咧赶鬼安尼吼。当然上严重的伫以弗所上严重伫23节开始一直咧讲的，是因传统宗教的问题吼。我用宗教无用信仰吼，因为迄是一个宗教组织对咱来看，当然咱无认为伊是信仰吼。宗教的组织后壁面一定牵涉着所谓的政治啦吼，讲政治手腕是讲去利用政治来插手，拢有可能吼。这宗教既然有组织，就有即种的背景伫迄个所在吼。所以对23开始看的是，咱就看到经文讲迄个时阵伊讲即个道气的扰乱未，即个道其实是咧讲保罗所传的道其实毋是伊所传的道去引起扰乱。你后壁去看到因的地方官所咧讲的话，你就知影吼。其实毋是呢，道是因为去影响到宗教的人因的生理，所以因伫遐来开始乱吼，这个部分吼。中文的有本讲，就在这时候，为了主的道路以弗所一件严重的乱世伊这个解说就较清楚啦吼。所以咱来看24节到41节，就咧解说讲这个代志到底安怎发生因安怎处理等等的这个事吼。伫即个内底，咱有看几个人物所引起的低米雕就是伫讲因传统宗教组织内底，咱讲附属所带来的成立，伊本身是做运的人啦吼。做运的物件，伊就是变做讲会去做一寡产品出来咧卖，互人做纪念品安尼吼。咱台湾有某一个即个宗教法人吼，伊就甲因的迄个领导者吼，用做迄个水晶吼，听讲一仙卖几若万安尼吼，就是用这个咧趁钱安尼啦吼。
第二个咱会看着讲阿底米女神，伊就是用即个用即个女神伊拢讲这是伊弗所的守护神，嘛是亚细亚的守护神。但是咱看到落尾的时阵，你会发现迄个地方的官伊毋是安尼讲伊是讲伊弗所人守护者。这真趣味啦咱这个部分会当去探讨的部分。伊同行的工人甲伊做伙这个雅典米女神的形象，咱知影是安尼。伊讲伫传统的宗教中间，一般拢甲生产有关系啦。生产对早期，咱讲靠农业咧过生活，也是讲佫无种，感觉迄个生产真重要这个有足侪无共款的迄个差别啦即摆正平咱即个看即个即摆伫大英博物馆内底啦即个大英博物馆内底即个咱会当看到迄个伊的神庙这是世界联合国文教组织讲伊是世界7大的古迹之一啦咱看讲即个神庙伊是足典型的希腊式的即种建筑当然有南一寡罗马物件已经伫遮啦但是迄个条真典型真典型的同行工人就是甲底米雕共款咧做银的人所以一个人画袂来，伊就招一寡人佫爱甲伊做伙伫遐来抗议安尼当然保罗是主角啦保罗的宣告行程，保罗是主角，伊伫遐来传国外的基督伊伫遐摆帖是讲讲即个偶像是无正确的，还是讲即个是死的有一寡影响因为只要因本地无保罗的时阵，无教会嘛，无基督徒嘛，只要有人变做基督徒，因就是减一个生理的对象，敢毋是安尼？对因的生理就是有影响佫来看证人，咱前礼拜有讲着讲因遮的人就是安戆啦，啥代志就对人去安尼对人来化休啦这真通常会发生的代志通常发生的代志佫来即两个人就是伫圣经中间咧讲保罗同行的同工之一啦即两个人有伫圣经内底有几个所在有讲到加油我有互咱资料，咱有机会咱再来看然后阿里达古即个嘛是啦但是因伫圣经伫新约初代教会的地位并毋是介重要但是伊有出现几若摆有出现几若摆咱若看着讲变成咱拄则讲的乌合之众毋知影啥物情形伊已经伫遐咧训练门徒伊嘛有去拄着一寡在地门徒到底即个门徒是对啥物人的？对保罗的，还是对亚历山大，还是对伫迄个其他的保罗的？咱毋知影，但是遮有讲着几个无共款的门徒了后有讲着亚细亚几个领袖，这是咧讲地方官啦地方官。咱大家爱知影，就是讲伫初代教会伫初代教会，甚至耶稣时代，你注意甲看有3种领导者会出现，一种是像彼得多即种军师咱咧讲钦差大人去罗马皇帝所派的驻军迄军队的领袖。第二个就是在地官，亲像希律就是在地官这个，然后就是啥？派宗教领袖，这3种，基本上这三种领导人物做伙的时阵有足侪天选伫的啦
有足侪问题伫诶吼。咱看着亚历山大有另外一个伫教会内底真重要诶人啦吼。即个城内诶书记吼，就是咱咧讲地方官吼。方伯嘛是地方官，因就伫遐来处理遮诶事件吼，来处理遮诶事件地方诶宗教起来咧乱吼。犹太人即摆伫即个事件顶悬无影响啦吼，因为已经甲保罗乱过保罗出去嘛吼，所以无伫内底，所以即个是地方诶宗教甲地方诶官来处理吼，就处理即个代志吼。伫即个所在，咱有看到圣神诶动工啦吼，伫遮当然保罗伫遮甲犹太人诶论争有足侪无共款诶讲法。犹太人真坚持，即个外邦基督徒爱受割礼啦，等等遮诶吼。但是保罗伊较徛伫使徒行传第神诶运动，佮讲到北国诶话，北国话代表啥？代表圣神将迄福音传互非犹太人。即个概念其实甲犹太人本身有足大诶冲突啦吼。好，使徒行传第8章14节使徒伫即个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接受即个道理吼，就找彼得吼，甲伊即个约翰去迄个所在吼。即个第8章14节就讲着彼得第一届去即个外邦诶所在伫遐咧传福音吼。所以真正有一寡问题，甲犹太人是袂通诶啦吼。使徒行传10章45节到46节，咱讲到割礼诶代志。15章咱嘛有讲到，这46节讲到方言吼。咱讲到方言，咱就知影讲福音是对侪诶外族咧传，才会讲甲人诶腔口吼。伫使徒行传第2章所咧讲诶即个物件，所以外邦诶福音，即个毋是保罗开始，其实伫咱咧讲圣神降临了后，就拢开始这是上帝诶旨意啦吼。咱较清楚来讲是安尼啦吼。再来就是讲上帝国诶预言啦吼。圣神也好啦，恩赐也好啦，救恩也好，拢要临到外邦啦吼。这互犹太教背景诶犹太人感觉足无法度接受诶代志吼，足无法度接受诶代志。这嘛造成伫初代教会中间，基督徒甲即个犹太教徒中间足大诶冲突吼，甚至到尾基督教诶团体人数愈来愈侪，迄个势力愈来愈大诶时阵，因开始倒转去迫害啥物诶犹太人，因讲耶稣就是恁大事诶吼，所以这有一寡足tricky 足tension诶部分伫。好，当然通常伫初代教会，教会拄咧兴起，基督徒咧是建立即个中间，基督徒抑阁属伫弱势诶时阵，犹太人基本上是拢会先攻击啦吼，攻击传福音诶人啦吼，攻击即个外邦诶基督徒啦，等等遮诶吼，因感觉因袂当受到即个即个福音啦吼，袂当接受到福音安尼吼。所以因就开始来讲保罗诶问题吼，这是我咧复读前礼拜诶物件，佮小可讲一下。了后因就来正用，还是讲假吼，用着即个权柄来医治人，所以开始有正物诶崇拜诶观念开始出现。保罗用过诶手巾甲卫士裙又是伊咧做工诶时阵咧穿诶，因就用安尼来医治人吼。这个也造成一寡后来诶一寡教义顶悬诶问题。因嘛南山称耶稣用保罗诶名伫遐咧赶鬼吼，伊也讲着祭司诶7个囝啦吼。当然这有受到刑罚吼。这甲彼得伫迄个撒玛利亚拄着迄个西门诶情形类似啦吼。迄个人嘛是安尼吼，伊阁要甲伊买
搁用钱要甲买伊诶宽屏安尼吼。这是师道行团第8章18、10诶经文遮吼，伊是看到安尼彼得因会当赶鬼医病吼，伊就讲要用钱甲买安尼吼。这拢伫初时拢会发生诶代志吼，因为有真侪人拢感觉讲，其实毋是干那迄阵啊吼，含即马共款，有真侪宗教咧讲诶功德会，伊拢用即种咧收钱吼，咧收钱吼。这个嘛是伫当初是因碰到23节以后，这个低米雕的问题吼，因就是伫遮开始作乱，讲保罗影响因的生活吼。当然因袂安尼讲尔，一定甲卡一个大帽吼，讲伊伫遐违背啦吼，批评啊等等遮的吼，影响因整个吼的社会啦吼。因举出来，毋是讲我的生理受影响，因举出来是用以弗所这个大的扛棒，伫遐咧甲伊抗争啦吼。这就是因咧做的生理吼。我会记得捌甲大家分享过，鹿港的迄个妈祖庙吼，妈祖经的边仔有几若间细间的，拢有采迄个细身的妈祖，迄就是拢用迄咧趁钱啦，吼，互因的这个信众吼。甲买吼，甲赢转去安尼吼，就是类似安尼诶代志吼，自古早到今拢共款啦吼，拢共款。所以你也看讲即个低米雕咧乱诶代志，即个地方官所讲诶话，我感觉伊讲啊足事实呢。伊讲我知影恁是靠这做生意诶啦吼，但是吼，伊感觉讲，伊也无受到即个迄个。无批评啦吼，即个低米雕因伫遐咧控告啊，吼，因来影响阮啦吼，即个神庙吼嘛受到因影响啦吼，所以你啊看伊所讲诶话吼，是用即个大帽啊吼，阿西亚专地啦吼，阿西亚专地吼，伊伫遮咧讲吼，拢要消灭啦吼，意思讲吼足严重诶安尼啦吼，后来，伫即个所在，咱看到迄个和合本伊讲着戏园啦吼，其实毋是咧看，是咧看戏对啦吼。但是即个就是因咧讲的竞技场，咱前礼拜有讲着吼，一个运海的竞技场，观众席吼是运海，迄个表演场吼，就会当安尼伫。迄边遐因咧讲诶话拢听会着安尼吼，咱会当看见吼，伫即个所在，伫上正边遮啦吼，我阁用较大诶吼，伫遮吼，前礼拜有互咱看见，我会等下阁用较大诶图互咱，伊生做安怎吼？即个是剧场啦吼，这是会当坐几若千人吼，伫即个所在吼，伊诶倒手边吼，伊诶倒手边即边就是海，吼，就是爱琴海遐吼，所以咱大家知影伊诶方向啦吼，即马换边吼，即换边 ，OK， 好，即张图会当看伫远诶所在是海，吼，照一个道路足大条，这差不多1里长啦，吼，差不多1里长，伊要行入来时阵吼，着安尼，咱像去安尼，要行去一个迄个店啊，啥物货安尼吼，有一个互因行入去，真庄严安尼啦吼。好，伫即个书记吼，城诶书记伫遐咧讲诶话，我感觉真趣味啦吼。伊35节伊讲吼，以弗所人士看守阿底米神庙诶，所以即个神庙吼，毋是咧顾人啦。是咧人咧甲顾啦，即个神啦吼，是人咧甲顾啦。虽然恁讲吼，这是阮诶守护神吼，但是事实上毋是安尼啦吼。好，咱会记着城内诶书记是地方官啦吼，地方官，伊叫因来安静啦，为什物？为什物叫因来安静？因为阁有罗马诶军队伫边仔咧看，因即个乱吼。安静落来，控制落来，罗马军队就会入来，因足惊安尼。所以我拄则咧讲，
有三方面的人，三方面的人，宗教人士、宗教领袖、地方官，当然，伫犹太地是这个犹太祭司嘛。那伫这个外邦的所在，当然是着因传统的宗，也是讲遮的在管理的遮的人。所以地方的官城的书记叫因着爱安静，就是讲莫乱，莫互罗马的军队感觉讲咱这无法度受控制啊。安尼，再来伊就讲保罗伊都无犯罪事实啊，我就受着什么人？受着耶稣，敢毋是安尼？彼得倒讲我就找无罪啊，是毋是安尼？伊讲伊嘛无甲你侮辱，甲你诋毁这亚底米嘛无嘛伊搁也讲恁这无缘无故的聚会找无理由啦，找无理由，所以伊到落尾甲这个人赶走叫因爱散去。伫以弗所来讲，伊是一个当时是真出名，也是讲是一个省份的这个首都算大城市，真闹热的所在伫经文内甲咱讲阿底米神伊毋敢是以弗所的神，抑阁是亚细亚整个的神这个是伊的地位啦咱前礼拜有讲到这个当然伊这个神庙嘛有去努力咧甲重建的中间咧做一寡古迹的医护等等遮的因拜这个当然是咱咧讲德善之神啦因叫做圣母因个圣母，这甲天主教咧讲的圣母无共款天主教的圣母因叫做 Mother of God， 这个就有问题啦这个咱会有时间嘛，咱来讨论啦即马迄个水晶教堂即马改变的有小可往即个方向咧行好，继续你看讲因感觉即个女神因会通刻意来食清啦较清楚来讲就是安尼所以伫后壁咱会看到讲因为伊即个是真大的一个观光首都的所在，所以有真侪观光客的钱因会当趁。但是当你基督教为独一真神的信仰放伫遮的时阵，因就渐渐就失去人客所以咱会看讲这即马咱台湾嘛是拢安尼复制，台湾叫啥？叫做分身讲话无共款嘛本尊甲分身分身甲客转去安尼所以你就是爱开钱，这咱有看过好，当然保罗宣教的效果是啥？就是讲咱对19、20、23看到的，有真侪行邪术的人，你要看是安怎这个亚底米女神的这个做银像的这个人伊要来抗议，因为你来看行邪术的人嘛，甲因的册起来烧，表示啥？伊宁愿放弃伊本地咧趁钱的物件啦。伊讲下合的当初是会钱5万块啦，迄真济真济所以影响真大影响真大咱会当看伊讲伫遮这个以弗所伊毋但是一个宗教，也是这个交通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好，当然这个背景咱会看见讲伊是一个女神，真闹热的这种宗教地方啦咱若像讲去讲到大甲，讲到北港，咱就想啥？咱想着讲台湾的妈祖这同款的意思好以弗所咱有讲着讲以弗所书保罗写互以弗所伊伫遐有讲着几个概念这个就是拢咧讲着以弗所因当时教会的问题因做无够的所在，保罗才会强调啦所以你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概念教会是一个新造的团体，也是讲是一个新造的人教会是上帝的国，
吼。教会是上帝，其实是以弗所诶啦吼。教会是上帝诶圣神诶徛起诶所在，吼。所以因诶生活可能无够圣洁，吼。伫保罗诶角度来看，讲教会是基督诶奥秘，吼。啊，教会是要来彰显耶稣基督诶奥秘诶意思啦，吼。教会吼是基督诶啥物诶新娘啦，吼。所以咱必须爱伫咱诶生活顶悬来顺服啦，吼。教会是基督诶精兵，吼，这是保罗写互以弗所诶批信中间诶，吼。啊，尾也是启示录中间咧讲到以弗所，是咧讲伊已经失去起初诶疼心，吼。较焦点诶部分是伫即个所在啦，吼。若讲遮吼。有一项事我要甲恁责备，就是你将迄个起初诶疼心来放杀去啊！吼，啊，即个约翰伫遮吼咧提醒吼，咧提醒啊，叫因着爱行倒转来吼，行倒转来吼，这是较大诶问题，即个所在吼。当然，而遐阁有教义诶论证伫即个所在吼。好，啊，后礼拜咱要看差不多应该规章拢讲会完啦吼。安尼好来，文华兄平安。对。迄个我看卖啊，个用者我一直咧找影片要互咱看吼，啊找一个嘛是大家在教会基督徒兴起啊，但是甲以弗所毋是足直接诶关系吼。但是我要互咱看见讲，迄个地方官甲犹太教甲基督教诶发展迄种内底诶天性。啊，有一出电影叫做《阿多拉》吼，啊，伊内底有咧讲着，有讲着即三方面诶问题吼，啊，伫希腊诶传统诶宗教，讲因追求诶即个知识吼，啊，甲基督教吼，啊，甲犹太教吼，啊，因有一寡问题发生啦吼，啊，拄开始诶时阵呢，基督徒是受到即个逼迫诶一个方面啦吼，我小可互咱看一下啦吼 ，OK，即个电影吼，你看有无？好，即马中即个咧讲话即个吼，是代表即个统治者诶族群，吼，统治者诶族群，啊，因感觉基督教徒吼，伫遐已经咧对因产生威胁啊！伊即马鼓励人起来举刀啊，来杀基督徒吼。咱来看吼，我可能等下小可快速吼。即个穿乌衫诶是地方诶首长啦。无看。即个女诶是迄个首长诶查某囝，啊是足有智慧诶人，啊伊讲伊 believe in philosophy 啦，所以伊是追求智慧诶人吼，因就开始去杀基督徒啊！你连你看到足去穿乌衫诶，拢是基督徒。无看到啦，我拢无看到。敢看有无哦？
保密嘛，看没有？啊？拢无看电影哦？刚才听到你的声啊。哦，真诶哦，等者哈，等者。